各位觀眾朋友，喺娛樂圈呢個光怪陸離、紙醉金迷嘅世界裏面，明星嘅婚姻生活就好似一場永冇落幕嘅戲劇，每一絲細微嘅波動都能夠引發軒然大波，成為大眾茶餘飯後津津樂道嘅談資。近日有一則好似重磅炸彈咁嘅消息喺港娛圈炸開咗鍋，汪明荃密友爆羅家英偷養私生子。呢時嘢瞬間就將汪明荃同羅家英呢對攜手走過多年風雨嘅夫妻推到咗輿論嘅風口浪尖。近期羅家英嘅一系列舉動就好似喺平靜湖面投下嘅小石子，雖然未立刻掀起驚濤駭浪，但已經喺外界引發咗諸多猜測嘅漣漪。之前羅家英喺接受媒體採訪嘅時候，講到同汪明荃嘅婚姻生活，言語間不經意咁透露出啲唔同尋常嘅細節。佢提到兩個人多年來一直實行俄製嘅生活方式，呢個獨特嘅財務處理模式喺當時就好似一顆小火星，瞬間就點燃咗公眾嘅好奇心。喺傳統觀念入面，夫妻本應係一個緊密相連嘅共同體，喺經濟上相互扶持、同甘共苦先係常態。就好似大多數普通家庭咁，夫妻雙方共同規劃家庭收支，為家庭嘅未來努力奮鬥。然而，羅家英同汪明荃嘅俄製就打破咗呢種常規認知。有人認為呢係兩個人相互獨立、尊重彼此嘅表現。畢竟喺娛樂圈呢個複雜嘅環境入面，夫妻間採用呢種方式相處雖然唔常見，但都並非個例。好多明星夫妻為咗保持各自嘅財務自由同獨立性，都會選擇類似嘅模式。佢哋覺得呢種方式可以避免因金錢問題產生嘅矛盾，令婚姻更加順遂。不過，亦都有人對此提出咗質疑。佢哋覺得呢種過於清晰嘅經濟界限，就好似喺夫妻之間畫下咗一道無形嘅鴻溝，可能會影響兩個人之間嘅感情。畢竟喺婚姻生活入面，金錢往往唔單止係一種物質交換嘅媒介，更加係一種情感連接嘅紐帶。當夫妻喺經濟上過於分明嘅時候，係咪會喺潛意識入面令彼此產生距離感呢？呢種矛盾嘅觀點喺外界引發咗激烈嘅討論，亦都為如今呢場風波埋下咗伏筆。除咗俄製呢個話題，羅家英仲曾經公開講過自己4度患癌嘅經歷。喺生命面臨威脅嘅時刻，佢就好似一位喺黑暗中獨自摸索嘅行者，對身後事做出咗諸多安排。佢為汪明荃買咗保險，呢個舉動就好似為佢撐起咗一把保護傘，希望喺意外發生嘅時候能夠俾佢一份經濟上嘅保障。佢仲買咗排夫場旁邊嘅房子留俾佢，呢間房唔只係一處居住嘅場所，更加係佢對佢深深愛意嘅寄託，就好似喺話俾佢聽，無論何時何地都有一個溫暖嘅港灣喺等緊佢。甚至佢提前購置咗2塊墓地，打算同老婆合葬。呢種對未來嘅規劃，體現咗佢對汪明荃不離不棄嘅心情。但與此同時，佢又喺一些言論入面透露出對汪明荃喺某些方面嘅不滿，就好似抱怨自己喺患病經濟困難嘅時候，汪明荃未主動提供幫助。雖然佢亦都強調自己從未開口求助，但呢種矛盾嘅表述就好似一顆定時炸彈，令外界對佢哋嘅婚姻關係充滿咗疑惑。喺大眾嘅認知入面，夫妻之間本應相互扶持，尤其係喺一方遭遇困難嘅時候，另一方更加應該伸出援手。羅家英嘅抱怨令外界不禁猜測，佢哋嘅婚姻係咪真係如表面咁美滿，定係早已隱藏住好多唔為人知嘅矛盾？就喺眾人對羅家英同汪明荃嘅婚姻狀況議論紛紛，好似喺迷霧中摸索真相嘅時候，一則更加驚人嘅消息突然傳出。據汪明荃嘅一位密友向媒體爆料，羅家英竟然喺外偷養私生子。呢個消息就好似一顆巨型炸彈，瞬間喺娛樂圈炸開咗鍋，其威力之大，令整個娛樂圈都為之震動。據呢位密友透露，羅家英同一名神秘女子關係密切，呢名女子為佢生咗一個細路。密友話自己偶然間發現咗羅家英同呢名女子嘅頻繁往來。起初佢並未諗多，畢竟喺娛樂圈呢個複雜嘅環境入面，
明星同異性有啲接觸都係正常嘅。但隨住時間推移，一啲蛛絲馬跡令佢察覺到事情唔對路。佢發現羅家英多次喺特定時間前往一處隱蔽嘅住所，而嗰度正係呢名女子同細路居住嘅地方。密友仲話自己曾經睇到羅家英同細路親密互動嘅場景，嗰模樣絕非普通關係。細路緊緊依偎喺羅家英身邊，羅家英亦都一臉慈愛咁睇住細路，就好似親生父子咁。面對呢突如其來嘅爆料，羅家英同汪明荃雙方都未第一時間做出正式回應。呢種沉默就好似一團濃重嘅烏雲，籠罩喺兩個人同公眾之間，令外界嘅猜測愈演愈烈。媒體紛紛守喺兩個人住處同工作場所外，就好似一群耐心嘅獵手，試圖獲取第一手消息。而兩個人嘅一舉一動都被放咗喺放大鏡下，成為眾人關注嘅焦點。哪怕係一個小小嘅表情變化，一個細微嘅動作，都可能被媒體解讀出各種含義。隨住私生子傳聞不斷發酵，就好似一場暴風雨前嘅烏雲越積越厚，羅家英同汪明荃之間嘅矛盾亦都逐漸激化。據知情人士透露，喺消息傳出嘅當天晚上，兩個人喺屋企爆發咗一場激烈嘅爭執。當時屋內氣氛緊張得好似能夠點燃空氣，就好似一個即將爆炸嘅火藥桶。羅家英情緒激動，佢嘅臉漲得通紅，眼睛入面布滿咗血絲，就好似一頭被激怒嘅獅子。佢覺得自己嘅名譽受到咗極大嘅損害，而呢一切都係因為汪明荃冇及時站出來為佢澄清。喺佢睇嚟，汪明荃作為佢嘅老婆，應該喺佢遇到困難嘅時候第一時間支持佢，維護佢。佢大聲質問汪明荃：你點解唔出聲？難道你就任由人咁挖滅我咩？個聲音好似要穿透成個房間，帶住無盡嘅憤怒同委屈。汪明荃則一臉冷靜，佢嘅眼神入面透露出一種審穩同理智。佢認為喺冇確鑿證據之前，貿然回應只會令事情變得更加複雜。就好似喺迷霧中行路，如果盲目咁做出反應，可能會陷入更深嘅困境。佢試圖令羅家英冷靜落嚟，話：我哋而家唔能夠衝動，等搞清楚事情嘅真相再講。佢嘅聲音溫柔而堅定，希望能夠安撫羅家英嗰顆躁動嘅心。不過，正處於憤怒中嘅羅家英根本聽唔入耳。喺爭執過程中，佢嘅目光落喺客廳角落入面嘅一隻青花瓷瓶上。呢隻青花瓷瓶對佢哋嚟講意義非凡，佢係兩個人喺結婚初期共同挑選嘅定情信物。嗰時，佢哋剛剛步入婚姻嘅殿堂，對未來充滿咗美好嘅憧憬。佢哋一齊走進古玩店，喺眾多嘅瓷器入面，一眼就相中咗呢隻青花瓷瓶。佢嗰淡雅嘅色彩、精美嘅圖案，好似承載住佢哋所有嘅甜蜜同夢想。每一次睇到呢隻青花瓷，佢哋都會諗起當初攜手走過嘅點點滴滴，嗰啲喺夕陽下漫步嘅時光，嗰啲相互依偎嘅夜晚，嗰啲對未來生活嘅規劃，都好似電影咁喺腦海中浮現。但而家憤怒沖昏咗羅家英嘅頭腦，佢衝過去，一把揸起青花瓷瓶，嗰動作充滿咗決絕同憤怒，狠狠咁摔喺地上。瓶嘅一聲巨響，青花瓷瓶瞬間破碎。碎片四處飛濺，就好似佢哋多年來嘅感情被無情咁撕裂。汪明荃睇住滿地嘅碎片，眼中閃過一絲痛苦同失望。嗰碎片好似一把把利刃，刺痛咗佢嘅心。佢冇諗到兩個人之間嘅矛盾會發展到咁嘅地步，曾經咁美好嘅回憶，而家卻以呢樣一種慘烈嘅方式結束。呢場爭執被屋企嘅保姆無意間聽到。保姆嚇得趕緊躲入咗房間，佢捂住自己嘅嘴巴，生怕發出一點聲音，眼神入面充滿咗驚恐同不安。事後，保姆向外界透露咗呢個情況，令呢場風波又增添咗幾分戲劇性。外界紛紛猜測，呢隻破碎嘅青花瓷係咪意味着佢哋嘅婚姻亦都走到咗盡頭？曾經令人羨慕嘅夫妻係咪就此分道揚鑣？就好似一場美麗嘅夢境突然破碎，令人感到無比嘅惋惜同痛心。
喺定情青花瓷被摔碎之後，羅家英嘅情緒徹底失控，就好似一匹脫韁嘅野馬，冇辦法控制自己嘅行為。據內部人士透露，佢一氣之下決定清理自己名下價值半億嘅財產，並放話要同汪明荃法庭相見。羅家英認為自己喺多年嘅婚姻入面付出咗太多，喺事業上佢努力打拼，就好似一位唔知疲倦嘅戰士，為咗俾屋企創造更好嘅生活條件，不斷咁接拍各種作品。佢參演咗好多經典嘅影視劇，用自己嘅演技贏得咗觀眾嘅喜愛同認可。佢嘅每一份收入都凝聚住佢嘅汗水同努力。喺生活上，佢對汪明荃關懷備至，就好似一位貼心嘅守護者。佢會記得汪明荃嘅每一個喜好，喺佢病嘅時候細心照顧佢，喺佢遇到困難嘅時候俾佢支持同鼓勵。不過而家卻遭遇呢樣嘅蛙滅，而汪明荃又冇俾佢足夠嘅支持，呢令佢感到心灰意冷。佢覺得自己嘅權益受到咗侵害，必須要通過法律手段嚟維護。喺佢睇嚟，法律係公正嘅，能夠還佢一個清白，令佢喺呢場風波入面揾到一個公平嘅解決方案。於是羅家英開始着手清理自己嘅財產。佢聯繫咗專業嘅財務顧問同律師，對自己嘅資產進行咗全面嘅梳理。佢名下有多處房產，嗰啲房產就好似佢嘅城堡，係佢多年努力嘅見證。每一處房產都承載住佢嘅回憶，有嘅房產係佢為咗屋企居住而購買嘅，有嘅則係作為投資。佢仲擁有車輛以及啲投資項目，呢啲資產加起來總價值高達半億。佢計劃將呢啲財產進行合理分配同處理，以確保自己喺可能到嚟嘅法律糾紛入面唔會處於劣勢。佢就好似一位謹慎嘅將軍，喺戰場上精心佈置住自己嘅防線。與此同時，佢仲放話要同汪明荃對簿公堂。佢表示，如果汪明荃唔能夠俾佢一個合理嘅解釋同交代，佢將通過法律途徑嚟解決佢哋之間嘅問題。呢個舉動令外界震驚不已，大家都冇諗到事情會發展到咁嚴重嘅地步，就好似一場原本可以和平解決嘅矛盾，突然升級為咗一場激烈嘅戰爭。對於羅家英嘅呢一系列行為，汪明荃始終保持住沉默。佢冇對外界發表任何言論，只係專注於自己嘅工作同生活。佢就好似一位堅強嘅戰士，喺暴風雨中默默堅守住自己嘅陣地。呢種沉默令外界更加好奇佢嘅想法。有人猜測佢係喺等待合適嘅時機做出回應，佢可能喺收集更多嘅證據，或者喺諗住點樣更好咁解決呢個問題。亦都有人認為佢可能已經對呢段婚姻感到絕望，唔想再過多糾纏，就好似一隻受傷嘅雀仔，想要獨自舔舐傷口。就喺眾人以為呢場風波已經達到高潮，就好似一場激烈嘅戲劇即將落幕嘅時候，一份神秘嘅 DNA 報告又令事情出現咗新嘅轉折。據可靠消息稱，有人揾到咗一份關於私生子嘅 DNA 報告。結果顯示細路嘅生父並非羅家英。呢個消息就好似晴天霹靂，令所有人都驚到咗下巴。原本大家都以為羅家英係呢場私生子風波嘅主角，冇諗到真相卻咁出人意料。就好似一場精心策劃嘅魔術表演，原本以為睇到咗真相，卻喺最後一刻被揭開咗神秘嘅面紗，露出咗完全唔同嘅面目。細路嘅生父究竟係邊個呢？呢個問題就好似一個巨大嘅謎團，吸引住所有人嘅好奇心。隨住調查嘅深入，一個更加驚人嘅真相逐漸浮出水面。據內部人士爆料，幕後黑手竟然係羅家英同汪明荃嘅30年摯友。呢位摯友同佢哋相識多年，一直以親密無間嘅朋友身份出現喺佢哋嘅生活入面。佢哋一齊度過咗好多美好嘅時光，一齊分享快樂，一齊分擔痛苦。冇人諗到佢竟然會做出呢樣嘅事情。原來呢位摯友一直對羅家英同汪明荃嘅財富同地位心生嫉妒。佢睇到兩個人喺娛樂圈入面混得風生水起，就好似兩顆耀眼嘅明星，光芒四射，而自己卻碌碌無為，
心中漸漸滋生咗不平衡嘅情緒。呢種嫉妒就好似一顆毒瘤，喺佢嘅心中不斷生長，最終令佢失去咗理智。於是佢精心策劃咗呢場陰謀。佢揾嚟一名女子，俾佢假裝同羅家英有染並生咗個細路。佢就好似一位幕後導演，精心編排住每一場夫。佢俾女子提供咗各種便利同資源，令佢能夠順利咁完成呢個任務。然後佢通過汪明荃嘅密友將消息曝光，企圖破壞佢哋嘅婚姻，從而達到自己不可告人嘅目的。佢以為自己嘅計劃天衣無縫，就好似一位聰明嘅棋手，自以為能夠掌控全局，卻冇諗到最終仲係露出咗馬腳。當 DNA 報告嘅結果擺喺面前嘅時候，佢不得不承認自己嘅罪行。呢個真相嘅曝光，令所有人都感到震驚同憤怒。大家紛紛譴責呢位摯友嘅卑鄙行徑。佢嘅行為唔止傷害咗羅家英同汪明荃，亦都破壞咗佢哋多年嘅友情，更加喺社會上造成咗不良影響。就好似一顆老鼠屎壞咗一鍋粥。面對呢一系列嘅驚人消息，羅家英同汪明荃終於做出咗回應。羅家英喺接受媒體採訪嘅時候，顯得十分憔悴同疲憊。佢嘅眼神入面透露出一種深深嘅無奈同痛苦，就好似一位經歷過無數風雨嘅老人。佢表示自己喺呢場風波入面受到咗極大嘅傷害，原本幸福嘅屋企被搞到雞犬不寧，就好似一座原本堅固嘅城堡，被一場突如其來嘅地震震到搖搖欲墜。對於私生子傳聞，佢話自己亦都係受害者，被摯友嘅陰謀所陷害。佢強調自己一直深愛住汪明荃，從未做過任何對唔住佢嘅事情。佢嘅聲音入面帶住一絲哽咽，好似喺訴說住自己內心嘅委屈。對於清理財產同法庭相見嘅講法，佢解釋話嗰係喺情緒激動下嘅氣話。佢就好似一個被憤怒沖昏頭腦嘅細路，喺冷靜落嚟之後，先至意識到自己嘅行為有啲過激。佢唔希望同汪明荃走到呢一步，仲係希望能夠通過溝通解決問題，修復佢哋之間嘅感情。佢希望兩個人能夠好似以前咁，相互扶持，一齊走過人生嘅每一個階段。汪明荃則通過自己嘅工作室發表咗一份聲明。聲明入面，佢感謝大家對佢嘅關心同支持。佢嘅聲音溫柔而堅定，就好似一位優雅嘅女王，喺面對困難嘅時候依然保持住從容同淡定。對於私生子傳聞，佢表示一開始並不相信，但隨住事情嘅發展，佢亦都感到十分困惑同痛苦。佢就好似一隻迷失喺森林入面嘅小鳥，唔知該往邊度飛。佢強調自己一直珍惜同羅家英嘅感情，希望兩個人能夠一齊度過呢個難關。佢相信，只要兩個人攜手努力，一定能夠走出呢片陰霾。對於摯友嘅背叛，佢感到無比失望同痛心，冇諗到多年嘅友情竟然咁唔堪一擊。佢回憶起同摯友一齊度過嘅點點滴滴，嗰啲歡聲笑語，嗰啲相互支持嘅時刻，而家都變成咗痛苦嘅回憶。佢仲話自己將會同羅家英一齊面對呢個問題，通過法律途徑追究摯友嘅責任，維護自己嘅名譽同權益。佢就好似一位勇敢嘅戰士，決心為自己嘅尊嚴而戰。呢場風波對羅家英同汪明荃嘅事業同生活都產生咗巨大嘅影響。喺事業方面，兩個人嘅形象都受到咗一定程度嘅損害。原本羅家英憑借多年嘅演藝經驗積累咗唔少人氣，佢就好似一顆璀璨嘅明星，喺娛樂圈入面散發住獨特嘅光芒。而汪明荃更加係港娛圈嘅大姐大，深受觀眾喜愛。佢就好似一位德高望重嘅長者，喺娛樂圈入面有着舉足輕重嘅地位。但呢場風波令佢哋陷入咗輿論嘅漩渦，一啲合作方開始對同佢哋嘅合作持謹慎態度，擔心會影響項目嘅口碑同形象。就好似一艘喺暴風雨中航行嘅船隻，遇到咗巨大嘅風浪，前進嘅道路變得異常艱難。喺生活上，佢哋嘅家庭關係亦都變得十分緊張。原本溫馨嘅家庭氛圍被打破，兩個人之間嘅信任出現咗裂痕。
就好似一面鏡子，被摔碎之後雖然可以粘合，但嗰道裂痕卻永遠存在。雖然佢哋都表示希望修復感情，但要想恢復到以前嘅狀態，恐怕需要付出更多嘅努力同時間。佢哋需要重新建立起彼此嘅信任，就好似喺一座倒塌嘅橋樑上重新搭建起堅固嘅支柱。